新界各區嘅巴士路線有唔少嘅區內線，簡單嚟講就係只會行走同一個地區之內嘅，通常用嚟接駁鐵路站啦，或者經過街市啊、學校呢啲地方。沙田、大埔同埋北區都唔少嘅。之前喺居民群組見到有個 post 問馬鞍山冇區內線啦，點知咧都好多人以為真係冇嘅喎，其實就有一條嘅，就係87P 啦。朝早7點幾嚟到利安村巴士總站，大家遊車河啦。87P 咧就係由利安開去眾安嘅，淨係喺返學時間開3班車，而且係暑假期間會停開嘅。或者係因為咁啦，所以存在感都好低。今日正正係暑假之前87P 最後一個服務日，比起平時都少咗好多人喎，應該都有啲學校放咗假啦。依家我哋搭第2班車。呢班車係7點35分離開利安嘅，出站之後就會轉上錦英路去錦英苑。咁跟住落嚟呢段路咧就比較特別啦喎。錦英去恒安咧，其實有好多日間巴士線嘅，咁佢哋幾乎全部都途經馬鞍山市中心啦。車程咧大概要10至11分鐘，喺恒安對面落車嘅，之後要過返條馬路入村啦。唯獨87P 咧就係行馬鞍山路，飛起咗馬鞍山市中心，佢仲要係直接入埋恒安嘅總站嘅。車程咧只係5分鐘嘅啫，對於村內幾間學校嚟講，都真係幾方便快捷嘅，又快啲又行少啲，呢個就係87P 嘅獨特之處啦。離開恒安之後，7點47分抵達眾安巴士總站，主要都係啲學生落車啦。可能會有人問呢，利安同埋錦英去眾安，其實平時都有87K 嘅啦，點解要搭87P 呢？呢個就關乎87K 上午繁忙時間嘅特別安排啦。朝早經利安同埋錦英嘅常規班次係唔經眾安嘅，嚟到加快車程同埋負責分流。另外會有特別車喺馬鞍山市中心開出，就途經眾安村。所以雖然其實呢3個地方都有87K，但係喺上午繁忙時間唔係互通嘅。87P 發揮嘅作用就係喺呢個時間實為保留，令到利安同埋錦英嘅學生繼續有車去眾安返學啦。翻查資料，87P 嘅前身原來係第一代205線嘅特別班次嚟嘅，而當年205呢，亦都係馬鞍山唯一嘅區內線。佢喺2005年咧，因為馬鐵通車而取消，剩低咗佢嘅特別班次就改名做87P 繼續服務啦。其實睇翻啱啱分析過啲特別之處啦，都大概明白點解正線取消之後，87P 仲存在咗超過20年，到今時今日仍然未被取代啦。